来，目前这个太平洋有3个风台，其中米塔风台的外围环流今仔日影响台湾，东半部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的阵雨。上爱注意的是，往咱台湾的方向一直挖过来的画家沙风台，后礼拜2到拜3上挖进台湾，讲上紧可能礼拜就会来发布到海上的风台警报。 2013年，香港正璀璨的天图风台行过巴士海峡，经过台湾、菲律宾、中国，造成严重伤亡。那种形成的风台花甲线路线是真小强。我们预计未来它逐渐的就会朝台湾巴士海峡这个方向去做靠近哦，所以。 未来对我们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。各国的疫情即个是要讲啊要讲，为气流场的动态分析度来看，花甲线的结构实践环流范围搁宽，就算讲是车步边，不过强度接近强台，对台湾的影响是袂当看轻。 海水温度都还是蛮高的，所以不排除它在通过巴士海峡的时候，强度呢会是在中台的上限，这是不排除也有到强台也是有点机会的，暴风圈可能会来到大概280公里左右。太平洋海峡伫咧昨昏就形成3个风台，除了花甲线，阁有米塔甲较远的洗手型，形成3台强雨。专家表示，虽然米塔甲花甲线的定源效应无算伤强，不过南部原来会有风雨。离我们最近的时间也是下周2，那下周2一整天大概就是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，它的暴风圈是有机会去影响到我们台湾的这个台东、屏东还有高雄的陆地的。 条件雨伤大，下袂赴排水，恐惊就会造成大淹水。花莲市公所今仔日一透早紧急加派人员来摒水沟内底的土霉。专家预估花甲线上瓦群的时间会伫咧后礼拜2到拜3，可能伫咧礼拜就会发海警，拜1会发陆警，就要提早做好准备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